我哋戲劇台即將為大家呈現精彩劇目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過去幼稚園即將舉行運動會，高班校嘅小朋友都好努力咁練習啊！今日係跑步練習嘅第一日，大家都表演嘅好興奮啊！小朋友排好隊啦，我哋準備做熱身運動，大家都好精神啊！不如我哋去睇下佢哋練習嘅情況啦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。4、2、3、4，小朋友，今日哋要開始練習跑步，準備好參加比賽啦！你哋有冇信心啊？有信心！我準備好啦，我最中意跑步。我都係啊，我都好中意跑步噶，相信我哋一定會贏邊個比賽啦！冇錯啊，我成日同爸爸媽媽跑步噶，哈哈哈，跑得超級快睇下。我哋一齊都係跑得最快㗎，睇嚟大家都充滿信心，我就開始練習啦。好啊！咦，小明、小美，點解你哋冇晒心機啊？我跑步跑得好慢㗎，我驚我會輸。跑咗2日我都唔參加比賽啦。哦，原來係咁，不如玩高班校嘅運動小建議，幫下你哋啦。On your mark, set。你真係有啲慢喎，唔使放棄，我哋日日陪你練習㗎。好啦，多謝你啊。好攰啊，坐低休息啦。我哋啱啱開始跑喎，你再攰，有冇食早餐啊？冇，有2分鐘上冇食早餐咯。飲食均衡好重要，我哋每日都要食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仲按照食物金字塔上嘅種類同建議份量嚟進食，就有足夠嘅體力去做運動。好啦，我聽你建議嘅10點。大家同我一齊做啦！我有乜就一隻腳前面，一隻腳後邊做2個機，做2個手可以踎低。當我哋做嘅時候，全部就係我嘅心向前。公嘅時候，伸上嚟地向前跑。我哋仲要注意安全，就會跑得好快噶啦。我哋記唔記得個口號㗎？1、2、3，高班校，我最勁，高班校，我最勁。多謝大家嘅幫忙，我哋而家充滿信心啊！我哋參加比賽啦！等我哋啦啦隊，等你哋打氣啦！天練習做運動，飲食均衡過動動，防毒衛生要雙手，安全第一兩分。我有一首歌送俾大家，就係我要健康。你識翻大場，變咗裝備，變咗天氣有咗足及變咗健康。是個關鍵，來是中，比賽真係嘅足夠地方點去，做運動嘅方法是一齊做體操，三八八嘅天天做到。睇嚟大家都經過1個月嘅練習，長好參加保幼稚園運動會，我哋要一齊加油啊！好啊！故事都講到呢度啦，其實比賽最重要嘅唔係輸嘢，係大家經歷個過程。
雖然佢哋就係為不贏到比賽，但是比贏到比賽更加寶貴嘅係友誼。